你说你们少城主啊，捡了便宜还卖乖，我们少君明明就是为了他好。你看我们少城主才不稀罕呢。我告诉你啊，送礼送对了那叫惊喜，送错了那叫惊吓。你懂不懂什么叫感情？哟，说的就好像你懂似的。我当然懂了。哎，无论我做什么，都是为了我们少城主好。是为了你们少城主好，可你就是笨了点。一下子做了500个火器贮藏，生怕别人发现不了。哎，你这人你怎么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啊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！抢亲那一天就是你设计2郡主，结果反套住了我们3郡主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；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；败事有成。你若是不喜欢，为何不早同我说？只是没想到你有这么大的主意，连继任城主之事都要插手。自古以来，只要涉及到权力之争，就是你死我活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背后可能有人正在算计你？你不争，就是一败涂地，死结重重。别的先不说，我的死结不就坐在我面前吗？你我好歹夫妻一场，我怎么可能会害你？夫妻？祭天了吗？洞房了吗？拜堂了吗？游街了吗？咱们不是正在游街吗？一会儿就去祭天。如果3公主不满意的话，我们晚些可以重新拜堂。如果还不够，也可以洞房。想的倒挺美。停车！嗯，你。你是不是觉得与我成亲是未完之礼？没有拜堂、祭天、游街，想方设法要把这次游街也破坏掉。拜托，是你叫停的花车。3公主既然不愿与韩某游街，韩某告退。哎，韩硕，对不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。韩硕，你给我站住！韩硕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真的不想当少城主。那日3公主中毒之后，可是亲口说的，失去了竞选少城主的资格，整日以泪洗面。谁给他下的？现在又说自己不想当少城主，3公主的心思果然如同海底针，难猜得紧。亏得韩某心急痊愈，否则今日就是我绝命之时。啊，对，心急我帮你治好的，我拿龙骨帮你治好的。你拿龙骨是因为愧疚，你陷害我与玄虎密探私通，我差点被2郡主剿灭。那我不是因为怕你吗？再说，是谁之前虎视眈眈的？我在月里府连一顿饭都没有好好吃过，一桌的琉璃盏啊，我吃个饭跟抽签似的。3公主对韩某防范的紧呢，莫不是有什么亏心事？教坊司的事，我可是颜面扫地，当街出丑。怎么就记得人坏，不记得人好了呢？我不是还谎称有孕，把你从死牢里救了出来。我对你，我因何入狱啊？难道不是3公主陷害的吗？之前我们不是相处的不太融洽吗？对吧？啊，我以为你要下毒害我。你自己当街抢的亲，当街抢亲，就这条街？对。啊，自己当街抢亲。不然哪有洞房下毒这事儿？那你还有脸说？我为什么要抢亲啊？那不是你色诱我吗？再说了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救的人不是我，是楚楚？少君，这段咱们理亏。他怎么知道这事的啊？我也不知道。真有意思了。哼，我堂堂玄虎少君，竟然与一妇人当街争吵。妇人？夫人怎么了？你别用这种性别歧视的语气跟我说话。我告诉你，这世间唯有男子跟小人，难养也。3公主既然不喜韩某同行，您就自己去游街吧。自己游就自己游。哎。哎呦！这是什么
岂有此理！大庭广众之下，韩硕竟然损毁芊衣物，当众羞辱妻子。玄武城男子果然不敬妻子，不会伺候，不安于世，根本就配不上芊芊。开什么开？韩少，你别走！韩少，我跟你战不了嘞！我看这少城主根本不喜欢韩少君啊。芊芊夜夜流连于教坊司，男女之情于他而言，不过是一时新鲜，倒可惜了韩硕对他一往情深。你想得看，您和韩少君才是天作之合。少城主虽半路抢先，但最终还是会物归原主的。这游街的时候被扒了衣服，这算什么？皇帝的新衣，太丢人。三公主消消气啊，来，扒个橙子吃。扒橙子，晦气，扒个香蕉。好。我说少君，你幸好是用腿走的，我给你一匹马，你是不是还得拖着我走完整个大街啊？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这只香，你这个人了。少城主，这什么呀？现在身为少城主，要主动帮城主分担政务。不是少城主就没有个实习期吗？一上来就这么多工作，我压力很大的。少城主游街当众脱衣罔顾，这是公文，这就是八卦杂志。都是瞎写的，看了生气就别看了。别看了，少君可得听好了。少城主游街，当众脱衣，罔顾祖宗之礼法，不知羞耻，不堪入目，更是与少君当街嬉戏打闹追逐，将闺房之乐置于大街之上，引人唾弃。念的掷地有声，仿佛上面写的不是他一样。哇，哎呦，让是我们少的，让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。金威猛山山匪骚扰商队，少城主应率领护城军剿。这什么跟什么呀？要去你去，我可不去。这是我房间，要走也是你走吧。